世界万行台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暗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仁。今日来到淡水真有名的天元宫。这天元宫唔是来看沙骨啦，要来看啥物？要来拜访着阿南西。阿南西，你若唔知影，哇，你着爱定定看咱新眼界。咱台湾的庙寺内面的庙壁、庙门，阿南西到底？这个画庙壁、画庙门的基卡美角在哪里？对传统的关系又是如何？咱入来天元宫来个拜访，来。咱一来到这个香火真旺的这天元宫吼，咱阿南西啊，突然间到阿南西啊，真正歹势咧。阿南西，你甲咱讲吼，听讲这个门已经50几当53年啦，53年啊。你当初时吼，咱大家吼爱有观众朋友有人完全唔知传统过去安怎画，这庙门吼，你安怎拍过？这了长一了才长着安尼，安怎拍过？哦。伊安怎你知？咱学功夫就是讲基础爱好，爱练，因为这门起较多，咱学功夫是起较多，位较多，迄个笔牙多，转折较多啊。是安尼，你再看，这个门偌悬，咱要落笔的时阵就讲，我头伫倒，手伫倒，脚伫倒，从什么动作？咱落笔就是吊安尼。对啊，就用木炭，用木炭木炭小做一个鼓。再围再目线再围安尼。但是有个人看到一百只大吼，看到会惊呢。有影。我会记你有讲过吼，你早迄个你摕迄个菱架吼，你画是不是？哦。所以学功夫吼，我讲基础最要紧就是安尼，平常时就爱练。我较早咧做囡仔时10外岁啊，我甲师傅学师啊吼，我暗时吼抓大壁练啦，安尼啊。抓大壁啊，抓大壁练，因为较早咧对场，安尼对场一人一边，你一边我一边，你无信你着后面人看一大堆，看我骹手。你着骹手嘛皮抓，要为什么啦？你甲咱讲吼，咱这门神吼，咱伫过去画吼，这甲你过去画，因为这50几档，甲后来画有啥物无同款？因为咱事实讲诶。讲较无客气，因为阮是为学师啊，是做庙的基础做起来。啊，咱台湾的这个产业位真复杂，因为较早日本时代宗教真严，甲你经验，真严你一寡师傅就无得转战去啊，无得转战去。我算最幸运的一个，民国迄阵啊，就几年，40多年，46年，迄阵啊，阮较早阮师傅来做淡水祖师庙，啊，因囝去传阮一个过条大姊，对，啊喏，啊就讲，去做啥啊？不爱做田，我厝里做田艰苦，不爱做田，啊，阮老爸也无我法，伊讲你爱画图，亲家讲功夫真好，互你去甲伊学看嘛。16个再去新村文昌师就去遐学师啊安尼。咱来看这个吼，这是维德宫加金小宝。毋是，这毋是，这是天宫的这门。天宫的门中门是王天君赵元大。王天君赵光明啊，这是属于定州南天门的。无共款的门是啊，毋是门中共款。维德宫啊，毋是，哈，这个有。哪这个？这个四圣：莫乃清、莫乃海、杨心、王魔李禄安尼嘿。四大天王哦。毋是四大天王，这个是四圣。四圣的，咱红心不的四圣。这有分，唔是总共款。哇，这捌袂透呢。你就是爱学功夫，就是爱去了解迄啊。我知个师傅，唔知讲。你甲人讲，你这人插几元的？这插是安尼，咱普通这个门拢有夹纸，你无看？这有夹纸吼，就爱先夹纸的
芳拢先布垫，啊再八步，再八步。哦，所以咱画这线条的时阵，边仔芳啊个画有板。毋是，这个帮，咱做普通有3套5套都夹的。你这个门若规片的时，遮大片会囂反。哦，会囂反。啊，若要关的时就关袂起来。啊，所以一定爱一道一道，啊，甲这个门轮另外一支。啊，咱个补者。布边再八步，8步啊，再个皮图，差不多10遍、12遍安尼，皮较平的。我这个，咱这个台湾的这个海岛，所以学功夫就是学迄个味觉。学西啊时阵，咱台湾海岛，这个热天甲寒天，这个茶会生疏，烧会中啊，冷会爽啊。所以8步，你看无快芳，就是爱8个步。我烧酒的时，来做咧酒，这表面袂拍，无看到。啊，八个步啊。八步嘿。哇，所以这顶头有一沿布伫的吗？对啊。所以学功夫啊，因为我讲台湾的菜位，正个学西可能无啊，像阮的学可能单我一个啦尔。尾啊，咱渐渐光复了后，民国50多年，庙渐渐有油钱，慢慢渐渐有油钱，有庙咧修理。啊，但是无师傅啊，无师傅。哎，迄阵啊，你这19岁呢？哦，啊，难在19岁就出师。对，出来，啊，出来，哎，你啊，看唔到好2年，阮师傅就往生去，啊，你要安怎？无人捌你啊，所以讲啊，南山拼场出名的就是安尼，开始拢跟人拼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咱台湾的菜位真复杂，安怎复杂咧？迄阵啊，就是讲，像咱为电影看板的，哦，咱为玻璃镜山水的，较早为地箱的，迄渐渐就没落啦。啊，没落，因为嘛爱巴肚爱饱。拢接来为庙啊，哦，啊你头你讲判价就判得水，较早是为电影看板，电影看板为食好，哪有为食好？哦，伊爱看板，电影看板无生意啊，不多爱顾啊，伊就来为回来，来做来为庙的，啊，但是因较跟我无共款，我是为囡仔学西啊，去为对做起的，啊，因是干那为啦尔，所以无共款。啊，咱所以讲，干那学西啊，为囡仔学西学起的，干那为对做起的，可能干那剩我一个啊。是，阿南西要带咱来看吼，安那教学生，这传统的传承。阿南西啊，一生所做的一切，咱吼好好来听阿南西故事。咱来遮吼，这不是普通教室啊，这顶台佫写吼传统菜为传色社。对，这是历史哦，文化部钦定的，那过去的话叫钦定的啦。啊，这个艺生，对，哦，艺生，啊，你叫啥名？歹势？我叫米嘉。啊，米嘉吼，你即摆咧学啥物部分？我即摆学的是化学。化学吼，文化的化。是。啊，色彩的色。是。好，啊，这安怎讲你来？像这是。我即摆有3支笔，一支是白的，老师讲白画上外口，才有一个白色的伫外口啊。啊，第2支是绿色的，阮讲彩绿，因为即摆我爱即个插架，即摆有2种色，一个是绿绿，啊，即摆在画彩绿，啊，化是讲吼，阮遮深色的绿色，色绿中，啊，白色伫外口。啊，第3支笔较特别，伊一边是白色的，啊一边是彩绿。你看我遮，我有2种色。这边是白，这边是绿的。是白淡遮，啊绿的淡遮。啊，过来，因为我即摆还袂画彩绿，即摆伫安尼外口中央的所在，甲画好开，甲色亮画好开。高去啊，画色。啊，你都化色啊咧？啊，这是绿的，是彩绿，这种是传统的色。哦，这传统的色，啊，而且是传统的技法吼。对。这安尼，老师安尼讲，安尼有结无？是。无啦，无跟你滚生笑。这化色你甲咱讲者吼，到底这些传统的技巧内面吼，算真重要嘛？对啊，因为咱这个菜位有分这白色、素色、啊蓝色。
北边的北吼，苏州的苏，对，这蓝色南方的南。咱古早民国40多年，还阁无色的北色的，甲这苏色的。迄阵啊，慢慢啊，敢若上海有一个这个边阿宝，甲这田什么龙来台湾，才传入来。才走有这个北色的。安尼古早咱台湾拢是蓝色的，拢是南岸。哦，那个漳州、福州啊、泉州来，拢是蓝色的这个物件。啊，尾啊，走有这个北色的。这个物件是啥物？哦，咱这刀破。刀破。这刀破，这刀啊。刀啊，刀啊腰，刀啊腰，这个，这腰，这刀啊腰，这刀啊对，刀啊线，这刀啊对，敢若这个分下名刀破，刀破，破是倒一个字？破，破掉，刀破，刀破，这分下开这个，这个来讲，咱这个嘛是共款，这个刀这个刀子，这个破甲折才做，就是刀子就分足开。唔是讲，迄个北色的是干那个刀工哈，那个刀工安尼啊，那粗好咧，迄粗好咧，粗好，一个好哈，好这吃货啦，吃货啦，吃货这个姜，然后这个姜，这吃货姜，咱这姜，这个姜，讲，咱这讲这姜。咱台湾叫做姜，姜，这讲伊讲吃，多讲，伊多讲，这吃好，这个吃好加如意，吃好加如意啊，鸡腿啊，对，这吃好如意，这个是吃好如意姜。这是你这收的旧的放在遮要创啥？我教学生啊，用这旧的来教学生。对啊，我规村课啊。哇！我慢慢来学。来。但是，他早你甲我讲，伊来学50点钟呢。我不要紧啊，你就要学啊，你加几点钟？学袂透咧，50点钟后头学。等来啊！这个蓝色的这个建筑真复杂。你这头，那这个无共款。这个金龟桶，大桶、2桶、3桶，大粒细粒。哇，这同坏呢？就是教，就是安尼。这叫做5弯。5弯就5弯5弯连奖无。这都唔哪敢若话安尼。无啦，这传统的物件，你着为这个基础学起，唔走做学功夫。台湾呢，教授是干那讲踩位，干那挖粉安尼啦。这基础上要紧，你这做基础无做好，你要哪有法度会水？所以你唔那是伪装啊，你安尼。无咯，叫做医学美容呢。佮怕玻尿酸怕啥嘢拢爱来呢。是我对为基础学起，我就是讲，咱对爱学在，咱敢若讲咱拍拳共款，你基础无在，你要打跨出去，用杀一个倒啊。安在？伊即摆这位学生，伊即摆咧学啥？学会讲。咱咧学功夫，咱学伊，敢若上简单。有这宝啊围起，有宝啊，宝啊是叫宝贝宝。那好这个芭蕉，芭蕉是，这棋盘，这西角，西角，西牛角啊咧。对，西角，这葫芦，这琴，琴嘿，这天丝，这莲，安尼，莲就是迄个卡电的莲呐。不是，咱咧写的对联的联。对联的联不是卡电的联。这个庆，吉庆的庆啊。桥那祈求吉庆。安尼，这个球。这如意。如意，芭蕉如意。芭蕉如意。敢若这宝为宝啊，为基础学起，就是为宝啊。那红宝啊，这为。这延伸落去啊。那连为连草啊。为吃好，再慢慢直学，为基础一定要为在。你去较多会当基础练在，去较多就会当变化。像咱这位学生，伊即摆就是，对。咱即摆是咧学啥物？这是咧为啥物？庆牌。庆牌。祈求叫庆嘿。你学偌久啊？我学20年。
哦，你讲啊，这么老师级的呢？对啊对啊。哦，那么老师级啊呢？哇，失敬失敬。啊，但是嘛是还搁咧学呢。还搁咧学要读，哎，还搁咧学。你甲咱观众朋友讲吼，你学这上大的这乐趣，趣味是在哪里？因为有即摆有真侪少年人想要学，但是唔知影讲，啊，这到底是要创啥？啊，有啥物趣味伫？哦，因为伊这就是伊有传统的美感，吼，啊，搁来我介意画图，吼，啊，搁嘛介意传统的建筑甲工艺。哦，所以讲对着老师对着人啊。哦，宝，真宝，真宝嘿，我袂错。这宝心的宝啦，毋是迄个国宝哦，真宝啊！哦。啊，这你除了这，啊，佮有去修这头拄仔老师讲的即寡笔啊、做笔啊啥有诶无？拢爱学咯。拢爱学，哎，逐项拢爱。哇，这毋单是伪装啊，尔呢吼。哦，感谢。咱两个来看遐搁咧做笔吼。整理笔的。哎，你甲咱讲者吼，这传统的笔吼，毋是敢若毛笔共款的，我会当摕一支。摕，观众朋友小看者。这大机小机拢有。哎呦，这门甲夹。门甲夹呢？啊，这拢啊堆落去哦。毋是，搁堆的。啊，这堆落去哦。堆的，甲伊卡就软啊，伊这有层哦，卡就安尼。哦。所以这门啊，插着到遮哦。你有看过无？这彩画用的这个门。啊，你爱家己做家私，个人照顾，安尼才会使。哦，你瞅你甲咱偌成，我甲经济上，你要甲我摇，我无你用，我家己做家己用啊。所以吼，迄画图的人哦，即孤苦的。对，啊你有甲咱偌，有甲咱十几家怎么互我用，我咱唔啊，我个人用。所以他家己修呢，我看伊咧家己咧修呢吼。家己整理，你家己咧整理吼。啊，这整理美感，你即摆咧修啥物啊？你即摆要甲伊原本是安尼，做好是安尼，啊要甲伊的模修出来安尼对。所以这是已经模已经插落去啊。嘿，伫内底。啊，这材质是啥？这茶的材质。这个啊，甲包起来咯。嘿，包起来，啊个上擦。啊，上擦。嘿，这是腰果擦。腰果擦。阮卡手啦，卡手，伊这是卡手，啊这日本擦，伊这擦日本擦这卡手的。哦，用腰果的油落去调的。啊，毋是，含哦，这个擦这个，要，敢若讲用根骨要洗较好洗。哦，是哦，安尼哦，啊，就安尼慢慢削，啊，削到这膜爱造出来。比迄个感觉，嘿，甲迄头前写出来安尼。哦，啊，你学偌久？差不多今年是第8年啊。哦，暑假，哦，你拢在有学20年，有8年，有哇，啊，使你的学生拢哦。我学68年啊呢。无啦，你早就出师，19岁就出师啊，对唔对？即摆68年啊啦，我拢家己煮饭洗衫当卖啊。你甲咱讲吼，这个工具除了笔以外，啊那料咱即摆家己敲。家己敲，家己搅，要控制迄个较早太兴做较好，咱咧是我识料识产就到，个只有去后壁是只，咱咧哦，咱关系啊，这拢爱甲搅。这像我敢便当啊。便当啊，这敢便当啊，较早一箱赶出门啊。哦，我闻到这味了，就刚阮爸爸也是科比啊。哦。闻到这种味的，其实哇。这蛮年味的，蛮年的味嘿。咱这来看这帮，这就是吼。哦，我为就是安尼。哦，即摆来这门，哦，咱门来，啊，就咱这头要放在倒。哦，我这为醒狮乌蕊。醒狮乌蕊。哦，醒狮乌蕊。哦，啊这款为法，搁再压长鸡丝的。我真罕咧看醒狮乌蕊压这长鸡丝。长就是压长鸡丝。压长鸡丝。啊，压这鸡丝啊，这我做长鸡丝压补头。啊，这我即摆这手就是要后摆沙脆手。哦，我热脆手。哦，所以先手小甲分开啊，沙脆手。啊，你为着啥讲？咱这头放伫倒，啊要手放伫倒，动作要骹要徛伫倒，就先看好。袂使徛到3到6条啊。哦，对啊，你做女将就是
哦，安尼啊，起来就摘一摘的嘛，哦，啊这叫八字卡，哦，徛八字卡，啊较古早，泉州的拢徛安尼啦。哦，你是来去新的城隍庙，新的城隍庙，因咧泉州的，啊，宝贝川，因拢徛，伊较传统。啊，我留啊，甲改变甲陈玉峰留啊要共款，安尼较轻松，安尼啦。哦，好咯。所以聊嘛有你家己的个性啊，藏伫内面。是啊，啊，人好诶，咱学功夫，人好诶物件，咱是较偷捡起来啊。像我这个架有分色，这个大车诶，这另外这大车诶是纹参较重，纹头较重，所以红。哦。啊，这是顶红诶，咱金啊顶红诶。哦，对，啊，这我即摆要围落时就，这个切切的，啊，小个切切的，伊个纹头较重，啊，咱这个，敢若有较有风气，啊，是啥物？伊学哩我拍打了，啊啦，咱这金啊甲分，我甲分色，那分啊金啊，从这毛粘厝伫的呢吼。啊，我这个吼，我这个个按大车的，啊，这按顶红的，啊，就落分开去安尼，啊，这后摆这架开落去的时，啊，这个开目线。这个佫开目线，为好啊，开目线。安怎为好色做好，就佫开目线，啊，讲真多啊。目线，你甲咱观众朋友介绍开目线是什么意思？目线这再明起来，这铃，佫开铃兰啊，哦，铃兰哦，啥物这拢表现再出来啊，哦，所以这讲真多啊。这安尼目线其实是真有功呢。真有功啊！这就是学头手师傅就是拍鼓。哦，啊开面开目线安尼，啊所以较早这画图诶，因这袂皱纹，啊这破过紧啊，啊就去学师傅做色，因都做色，啊我即摆再来过来开目线，啊甲开面安尼，无做袂透啦。啊，啊都跋倒无拢是安尼啦，啊所以无咧拼场，有当伊3工5工就好多就是安尼，啊所以。咱这为会晓拍鼓，甲这个为面开目线，普通1工3工价啦。1工3工价，然后甲拍手共款，拍手拍零条拍粗皮，1工我3工价。我讲咱像5000，1工爱15000，这是这聊定对的，拍粗皮这是大师傅啦。说，有影，这哦会使讲咱台湾的米开朗基罗。我安尼讲，毋是凊彩讲，你甲看吼，米开朗基罗人伊工艺，哦，素描啊绘图啊，而且吼，佮了解到即个人体微角啊，材料微角，伊也无简单的。啊，咱所以学功夫，你着要基础学好，啊，重着爱练，就是安尼啊。哦，你无哪有法度，对，你要哪专家？真正啊，你另外讲，出去口甲人会采过。你无10年以上无法度啦，饼场我安尼一人一边，一人一片，你这足紧张诶！紧张后面人看一大堆。咱小等来好啊，讲哦，饼场人看遐多，开始话皮皮抓个饼遐个。我感觉上趣味有一摆吼，阿南仔有讲过一个故事，讲到即个国泰林家。哦，迄真正真精彩，但是即摆袂使讲，小等哦，咱爱再来专班啊，甲讲出来。精彩阿南仔的故事。这黄山是那个地方镇守这个过这个，咱这个地方保平安呢。啊，安尼较大吼，较大乡里的就较大只。我25号转来，我就艋舺龙山寺对场。我讲对6个对场，伊拍不光就起来做到日头，毋是讲什么做几点钟久，就搁点电好。这较早就是安尼做，安尼拼出来。我26号保安警对场，就我迄拼迄场落去哦，要啊保安警的前电、中电就请我做啊，工课做袂去。咱哦英语有咧讲吼，讲什么人叫做 Renaissance Man， 就是文艺复兴人啦，就是讲哦，这个人哦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啊，专办人世间的代志吼，人世间的代志，乃至到伊家己的专业拢精通。啊，这人哦，就是 Renaissance Man， 文艺复兴人啊。你来看，啊，去收集这是虎还是鹿还是啥物？还是狗？迄嘛唔知，
你就是你甲看迄个佛祖，哦，守护佛祖迄香槟，有两只就是安尼，就款西哦，西哦，西，西就是讲你讲敢若狗诶，伊搁敢若鹿诶，哦，你这1、2千年啊，伊风化。你讲这偌久？东汉的啊，东汉的。哦，东汉的哦。啊，对啊。你看遐石头遐钉的物件，风化到安尼，你看。啊，这当初是买的时阵，你就知影讲这是东汉的嘛？对啊，咱所以爱看书啊，爱看册。咱遮看册，我不爱读书，但是我书非常多，你会笑死。比三个博士书无我遐多。这有影呢，无就去用骗去啊。是啊，我这条古董，我袂使乱买，钱摕去用甲你讲笑笑的。所以对这形体看起来，吼，你甲看，这看起来个当年。个玲珑啊！哦，个玲珑啊！玲珑啊！这表示讲有人咧饲，有人咧顺。哦，对啊。啊，这下骹这做到安尼，伊这形体吼，其实是真古早型的款。对啊，你古早就是想象的，想的安怎想象去刻的，唔是有啥物动物去刻的。因为实际上，这汉人中国其实袂使嘛。对啊，你看都食无共款，个师傅做无共款。啊，较清朝来就较规矩较吉祥，规矩型。较清乾隆以后做规矩型，明朝无规矩型。你甲看，在人想在人用的。啊，对，迄阵就有迄个西仔囝5、6只大迄西仔大尖安尼花呢。哦，啊，你著较注意看，你若从这个，你甲这个清朝那尔，这就有规矩型啊。哦，你甲看，我唔等你乱听老师在乱传，伊唔知影，伊无去看遐侪师，我经过几落千，看过几落千只去，买几落千只去，所以个真着可以所以咱有了解。看起来，敢若变做敢若真迄个漫画的型，啊，对有诶更较古早的吼。对啊。咱来看吼，更较趣味的这漫画型的这个师。啊，你看迄个人面狮嘛，敢若爱饲的迄款人面狮，哎呦，就是啊，你就有影个咸咧。有趣味对不？啊，这是当时的，这应当是清朝，我看是清朝啦。那去拍这人面狮，可能去埃及看伊啥物，真怪啦。爱着想象，我咧雕刻，我就是讲，看到这个，想安怎家己想啊，伊本无师嘛，家己想，家己刻，伊个身体家己雕啊。好，咱过来看其他的师。好来，这只哦，哇，真正敢若漫画，你哆啦 A 梦啊，这是当时的。宋朝呀，宋朝的。哦，安尼看着安尼，遮侪如意安尼。较早工区啊，较无发展，这风沙是跟个地方镇守这个顾这个咱这个地方。保平安尼。安尼较大吼，较大乡里的就较大只。若较小乡、较小乡镇的乡里的小只只。这算大乡里的安尼。这你看，伊较早用安尼拍粗啊。伊粗中带幼，你看过去是足粗，但是你讲伊这如意遮水，你看嘛，你个这目睭，遮是世界，遮是拢用如意去表现，足简单，啊，足可水，这后面啊，佫刻一个尾溜啦，刻一个腰安尼吼。其实是真幼呢，这看起来像挂如意伫个呢。粗中带幼，你讲挂如意安尼，我真简单，看袂先，看袂先呢，就是安尼。你袂退流行呢？这袂退流行。对啊。哇，真正新眼界啊，开眼界。无啦，就较早宋朝的。即摆要做遮水啊难啊，是现在要做遮水嘛难啊。对。就搁就特殊，搁有故事，对啊，就搁较完好啲嘅，对，遐久无歹。安使，这只是啥？你看囡仔使啦，看囡仔较早是大人吼，要出去靠外创啥？你今去走，毋去鼻拔鼻都去个啥物？你别个食，这胖，别个这喂鱼无嘛？别个这拢，别个骨嘞。囡仔甲别个食，伊多少算，因就袂死袂走。
我说古早的人哦，嘛是真巧咧，我真特殊哦。啊，伊我在通我拄啊徛西咯，就要拄啊算我咧。啊，较早佫自说人要去做事咯，啊，就从啥囡仔死过走。哦，所以啊，你甲看吼，一只狮，伊就有足侪变形，啊，甲人的关系。是啊是啊是啊，甲家庭的关系安尼。这超有当时的。这只明条啊，这明条的。明条嘿。哦，这形体完全无共款的。你若无讲，有的人感觉讲，这可能是啥物奇怪的怪兽还是啥物吼？但是伊拢有一个特征，伊的嘴啊利西西啦。嘴啊利西西。哦，嘴啊利西西啦。西啊，嘴啊，西笑啊，嘴啊利西西就是安尼。哦。这玲珑啦，吼。这打只气球啦，吼。所以这只狮你若咱看到讲社区甲砖头。对关系吼，对，较早人民的生活吼。咱来看别项。哦，这又个是倒一条的？这宋条嘛是宋条的。宋条的。哦，这形体完全看起来，哇，这真现代型呢。甲咱所在啊，这个狮安怎呢？粗犷啊，真粗犷啊，但是就是较清朝乾隆以后，咱咧狮就较食老力，较食油，较规格化。规格化。啊，较早就足开放的，迄款乾隆以上，伊个狮就较无规格型。台湾的所有寺庙明条就真少，拢是差不多庆嘉庆、乾隆嘉庆都系较多。了后才有起。啊，咧迄种了有规格型啊，各具无规格型。哦，你看这骹腿就真粗呢。真粗用迄款型的。啊，这是算一对吗？这一对。啊，就是形体无共款呢。这就手工的物件。手工无遐拍到遐迄款，有诶拍到这狮啊3、4只、4、5只，带啊煎嘛有啊。所以伊可能是无大小无共款的石落去做诶，啊无规格化啊手工诶物件无，咱们即摆讲无啊靠来靠去安尼。咱诶石头岛恁观音山石，甲嘉庆才有开采。所以迄就是咱观音山石迄对。这对是咱本山诶。本山诶，这对才是观音山石，你甲看，较早咧摕石头是土面的。土面是啥物意思？这是土，毋是咧土底，是咧土面的。土面啊，土面的露出来的。啊，伊有经过日光的这个会安尼拍去吼，较乌啊较定。哦。啊，尾啊观音山石直摕到土开采哈，较嫩。但是就讲你平面观音山石迄个所在就无共款。这就较经过日光迄个日月精华啦，日月精华安尼。迄仙呢？迄仙囡仔看了，敢若是迄个家鸡啦呢？辟邪狮，辟邪狮可能辟邪狮就是这呢。辟邪呢？这嘛是狮，这是倒一条的？这东条呀。哦，这东条的哦。对啊，这辟邪狮，辟邪狮啊。哇，这是。东条的中期还是早期还是尾期？伊唔知影，都才是知影是东条的物件，东条的造型什么也罢吼，拢是安尼。啊，你看啊，我买定个时，这粒小可风化，要我补。你甲补？找石头来补，这粒有风化。哦，你甲补的？我补的，共款石头来补。阿南西就是阿南西，佮摕来补的。啊，我爱算这有诶无诶，哎哟，就是讲。大家讲食到啊，你搁去减价，老顽童啦！你甲看，这囡仔人看了嘛真介意的。对啊，刚才看到迄个家己啦吼，推啊，推。较早诶物件拢推啦。即摆物件就安尼，都安尼黏尿尿，较老练啦。动心乐趣啦吼。所以伊嘛有打这个。辟邪，迄辟邪，敢若辟邪闭关。敢若那撞鬼掠鬼的啊，小个打掉，哈喽，伊个辟邪师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咱老顽童哦，真正一生的故事都讲袂完。咱就咱吼，还佫有时间吼，要来好好了解吼，阿南西过去吼，拼场出身，到底是安怎一回事？好啊。咱小等来听听，南西你甲咱讲吼。这拼场出身吼，这个少年人可能唔知影什么叫做庙内面的拼场，啊咧对坐，这是什么代志？因为安怎呢？古早的人较早阮去演的，讲我顶演的，因咱较早讲
你台北有3间大庙，哦，3间大庙，较早是讲艋舺梁山寺、保安宫、孔子庙。啊，你想要出名，你嘛得甲人大金庙，甲人做一间啦。大金庙做一间，大金庙大家要来抢啊，要来抢讲，我好无人甲肯定，我甲伊做一间啊，我们才会用诶。啊，做一间啊时阵，你也要做，我也要做，想要做，就庙讲互你去对场啊，互你对场啊。你做看卖。我18岁，阮师傅就艋舺三王府对场，18岁搁在新庄地藏庵对场，师傅就带我甲人对场啊啦。我19号出来，23号去做兵，我25号转来，我就艋舺梁山寺对场，艋舺梁对6个对场，6组，吓啊！天拍不光就起做。做甲日头，毋是讲啥物做，什么做几点钟久，就搁点电好，就较早就是安尼做，安尼拼出来。25号，阮梁山寺对场，我26号保安宫对场。对场的时，咱还无趁钱，我26号才娶某，10号娶某，11号保安宫对场。对场对方一个做可怜城。伊加我17号的时，伊就41号啊。是大师呢，可怜城。可怜城伊钱，可能我钱赚个啊。我庙叫我估计，我估计146000块。伊起码无爽，伊讲我7万就好啦。哇！一半娘哩啊，等甲你合啦，安尼啊。我讲啥？我也毋敢甲你拼。因为我嘛无人捌我，未出头。对后殿迄边遐边35000块一平，敢若买金仔都无够。毋敢甲你拼，互你走得算诶。我好，你就该写咯。写落时，但是我就有一个固定，我要甲你拼，我另外袂使输诶。我就爱做好啊！我好甲你拼，我做比你较歹，我就互你变好卖啊，对无？对。我就好甲你拼，靠我用。阮太太，我10月娶某，10月有钱咧，我小厝诶无钱。你个头甲你扒落，我太太直直要去食头路，我讲免，我甲饲你袂饱，我会使娶你。我足有个性，甲伊拼，我话较多，黄较多。安尼，我感觉到位，我报纸包嘅，我起，我就是安尼，我就全部要甲你写咧，对位安尼啦。做好，你那个庙你讲，你当时要做好，可能庙拢会合用。你甲你讲，甲明仔载要做好，明仔载做好，伊迄个早就拆价，拆到10点外就好。我较早起下晡。到2点才拆好，我才拆起。你拆起来时就一寡人安尼看来看去，一寡人食用米的，遮看这边看安怎，迄边位安怎，这边搁看安怎，迄边位安怎，食新鲜的你毋知影，迄我趣味你毋知影。到拆起来，一个老伙啊，这要冷啊，就要死的，就要活。安尼啦，做一间大病啊，你管委员，我是做就要死的，都是要活的。伊讲，伊要头搞落去，你看，伊头咧为较大粒，那变安尼啦。我为较细尾，我做咧头硬起来。较强神。安咯，伊头，见到病啊！你讲，这个年轻人你从我笑，你这个甲你为什么死人，应该叫你创啥？去来，去改，你加听咧要哪改？你还要笑是？我都听到爱笑你咧。这一战成名呢，一战成名。就我迄拼迄场落去哦，要保安宫的前殿、中殿就请我做啊，工课做袂去，兼担股市对，甲收姜，甲林家三路，那就做袂去。所以我讲拼一个出名个，我拢唔敢甲你拼，无人肯定咱啊。咱要拼，我袂使输你个。我就即款就是迄决心讲好啊，甲你拼。
安尼啊。所以人生真休息啊。较早咱若看足济吼，你的收入也好啊，你的人生你感觉你家己，我要问哦，南西你家己一个概念吼，就是讲，其实整个咱汉人的这庙宇吼，是综合性的艺术。对吼，对。后建筑啊，尤其你他也甲咱牵讲讲，你看，干那即个吼庙你要彩画吼，那是彩画啊尔啦。叫剪木材啦，剪啥物啊？那个绑啦，啊，搁画，搁家己做工具啊，敲料啦，知？你认为恁这道吼，因为即摆少年人愈来愈少，对对。这以后要安怎延续呢？这个嘛是真晦气，你知无？你即摆人去袂落去，啊，就是想要速成的，想要今日学，我3几年就要趁钱。这个观念较无共款。啊，咱较早的人就是讲，我要做就做好，袂使讲老母骹床用干教的。阮师傅啊，但是即摆吼，咱人吼，尤其教育制度也改变，啊，你要安怎？啊，这传统的物件，你安尼放落去，无人承起来嘛，真可惜。可惜，所以我我好我哪会讲啊紧的？我也毋是咧食饭无，我去社区大学开，我今年教第22年呢。我是个惊，我敢若庙无啥做，工程无啥包，我就是惊讲，这个蓝色的产业无去，无人学师啊。甲这尾啊，做庙拢是，毋是正学师啊出来的，迄传统的这基础拢无，安尼拍对讲往喷杀的啦。我要求咱迄个花茶的分分这个空，就是惊塌起来。所以咱咧门啊用倒啊。攞田啊哪会开？即摆往喷出来，个过落去，迄个空啊旁个喷粉就困捌去，看你死也未死。我讲个，即个咱为个国家，所以讲较无客气个，迄什么设计师伊也毋捌，往啊咧舞，要哪会做会好？啊，所以你看学师啊，你就是咱青仔门啊倒啊，哪有开？迄花茶刻花时，迄喷粉咧水，迄袂使去共顾捌起来。阮师傅身体无好，我甲讲，去甲伊做。伊讲阿南啊，我甲你讲，咱后摆工课若袂做，咱毋通做。甲讲一句安尼，我搁手啊，我几十年落去，咱毋通在老虎牌像样干教。我21岁时，才只有几十年啊，60多年啊，我就还会记师傅交代的话。咱袂做，咱毋通做。咱毋通在老牌靠像样干教。所以技术要传承吼，当然要有这个心吼，啊，然后要有这制度性。吼，你伫社会大学也有咧教，啊，比如讲文化部也有这个课程。其他之外，在正统的这美术教育内面，你感觉敢有可能，甲你这种人搁纳入这个学术界内面？因为咱的教育制度无啥甲外无啥好，咱学师啊吼会好就是10几岁来学上好，到初中的啊来毕业迄来学上好，是实的。啊，咱的教育就是要大学毕业，唔知要从啥，唔知大学毕业，像一大波想要交女朋友，要从啥要趁钱，根本无迄心，等于。所以你认为上好是10几岁啊？啊，学师啊，迄上好，拢无心要看念，我干那想要学功夫学好啦尔。我就是安尼，我讲我笑讲，我甲这个学师啊隔壁，这早暗时来接咪讲，啊来看电影咪唔敢去。我对伊无钱啊，无钱有好处，全身无功夫。我毋捌食点心哦，我即阵暗时我嘛毋捌食点心哦。我腹肚枵，我水啉一杯困啊。因为要好处袂歹，无钱有好处咧。有个人看讲啊，阿南西哇，真正国宝哦，啊人生啊真成功。无啦，成功是无。在你的读壳内面吼。你想的人生是什么模样？是讲我一定要成功，我要出脱，还是讲无喏？我的人生我就是爱趣味，我较四海啊，较乐畅安怎？你安怎甲咱？我记
人生吼，莫甲人比袂尽。我毋知是十外岁啊，就咧庙诶，看形形色色诶人，看太侪。我计我呢，对几巴肚饱拢变做咧。哦，你看为什么存这么几十亿、几千亿、几亿都几亿，迄是个数字啦，尔，就是个数字啦，尔。我一世人哦，拢无存钱。我学师啊，一个月40块起价，我20岁就看到这物件就爱买，买到吼，就几个讲7000块钱。哦，较早袂烦恼，即摆嘛着爱烦恼，要求遐济，毋知要安怎。那有个人想讲，无喏，因为你有一技在身啊，你是阿南西啊，我啥物拢袂晓啊，我也无啥物成就，我也欠用，你才会讲这种话。你对这种人，会说是讲，这是你的事实啊，你会该安怎鼓励，安怎甲讲？我也无啥甲鼓励，我是讲。较早阮做田艰苦，无爱做田，去学功夫，无人读书，要去考初中无钱，阮大兄嫂就讲，你去读书，你无钱，你是要读啥物书？厝诶无钱啊，你嘛无去考，要去考，结果无考，我就无爱做田，做到要死，逐工伫咧做，也无钱，我所以无爱做田，我做田。所以我的教育算袂歹，家己有就是讲，咱较早就是活这个时代，咱是歹运就出世的时代，做到要死无钱，互咱的时岁，去受较好的教育，安尼。咱有这个想，较早阮的年个拄什么练过车校啦。都开始咧练过车校的咧，我咧所以是两个啦尔，一个查某，一个查甫。我查某去日本读书，我查甫去美国读书，是讲互时岁，互较有成就，互去看。会当读到倒位就算倒位。去世界去看讲，什么叫做社会？人个社会进步。你一世人咧画这个庙壁啦、庙门啦，规个彩绘，你对这个彩绘未来你有啥物愿望，或者是讲这种艺术应该阁有啥物发展的可能性？可能我是较坚持讲咱时代咧改变，时代是咧改变，咱的时代，阮的时代是讲这物件做起来。会久长长，即摆的即个社会时代，我紧做，我就要趁钱啊！水安尼啦尔。你认为讲咱做的即个艺术品，应该是爱做长久？对啊，你老爱讲即个人毋是夭寿的人，毋是讲要讲抢的人，咱做个物件用笑脸的。我较是安尼想法啦，是讲安尼去到倒袂用讲。这人夭寿做到这空气安尼，这观念，观念无共啊，一个人的观念也无共。无啦，但是我感觉这就是艺术之所以有价值，会用笑脸，会当一再回味，会当来一回想讲有影愈看是愈有价值。其实若是这个专家技师啊，阁足侪咱希望日后。阁有机会，阁来了解讲这彩绘这个艺术，接深着美角角。是啊，毋是干那彩绘我像是咱孔子庙，我灵手登去来庙的，你毋讲那要安怎？迄学生囡仔，去跳个这孔子去钓去个雕白啊，又登去，要安怎？来找我，孔子庙做管理员讲。这零手断个，我甲修理，迄石头我甲修理起来，就看讲，是倒位修理？看无？就是迄技术，我就爱研究这做这有诶无诶。迄个什么，咱北投诶逸仙国小，这石狮去用讲啊，无咪无，那加甲修理你诶。
伊就鱼啊，无去买柳啊，无去安尼讲甲毛咪咪啊，我走安尼讲安尼，臭头啊，啊，我偷偷甲修理，这甲知伊讲，啊，倒位修理煞毋知影，就是讲要做什么代志，着做精做好。我甲安尼啊，做了，甲偌多钱人个毋知啦，哦，讲你物件做好做歹，大家知啦。我较想安尼啦尔啦，哦，你讲到这个物件10块，还是20块，无人问讲你这10块20块，讲这物件哦做安尼真好，安尼感觉真舒服安尼啦尔啦。上美满的人生就是有乐趣，啊，佮有才情，吼，啊，佮会当对着这个才情内面，佮赚着钱，是啊，啊，佮会当享受人生。啊咯，啊你我毋通甲人比啦，我嘛安尼，我创业我嘛欢喜啊。我做无头，我甲刻，头啊刻，我这自信，这摆自信在我这是南宋的体，我就我来刻南宋的体，这明朝的体，我来刻明朝的体，我爱安尼算啊。这安尼青春本哦。哎呀，知唔知？青春本哦。人好嘢，人个为食好嘅，食好嘢啊！你好嘢，嘛是过一工，我嘛过一工，我嘛爽啊咯，过一工我咧插累咧。青春本哦，阿南仔，世界万航台，拢伫咱台湾新安界，感谢，感谢。